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举办排球少年的山海号的列车，来到台中的东势国小来办应对，教囡仔来拍排球。 教练针对囡仔无正确的动作进行指导，希望囡仔会当得到正确的排球知识。我们也会慢慢的从基础开始教他们说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，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课程非常有趣，因为呢，我之前曾经参加过排球队，可是我没有被入选，所以我想要借此机会再尝试一次。 当时国小伫4年前成立排球队，虽然平常时嘛有教练指导，不过透过这摆排球营队嘛学到无同的训练方式。因为我觉得跟他们一起打球，可以学习到我们在排球队学习不到的东西，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打球。 排球营队针对无同程度的学生有无同的教学内容，让学生学到真侪技巧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